他是大华国乐团团长陈国芳，目前是歌谣类客语新传师，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客庄子弟。20几年前客家整个大环境几乎都不讲客家话了，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在创立一个大华国乐团。为保留客家好声音，当初不懂乐器的陈国芳选择以胡琴入门，从头慢慢学起。客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胡琴我是从胡琴开始学习，然后我们再修这个锣鼓跟那个唢呐。为了精进技艺和培养默契，每周集合练习，是团员们不变的坚持。团长，我要先调音。哦，你要调音哈，听得来，不是丢劲。我就觉得说，这是一种客家的那音乐，我们感觉到很亲切、很熟悉这样，所以其实心里面是慢慢的爱上了这个乐器了。大伙各司其职，全心投入，仿佛身心灵都融合进音乐里。无形中已经一个3部4部以上的一种组合听起来，那大家彼此的呼应啊，那这个感觉就非常的舒服。陈国芳创作的《鼠来宝》更加丰富了客家文化的意涵。大家齐心努力，将客家音乐传出去，也让更多人看到属于客家本身的骄傲。上课喽！天天的來唔是丟勁，天天的來唔是丟勁，天天的來唔是丟勁。